又係站立式普拉提時間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核心嘅位置同埋呼吸，每次呼氣都要收緊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眼望前方收合下，緊握拳頭，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雙手貼身，手踭指地下。呼氣，用力遞手拉直個身，收腹提腿。吸氣，將隻手放返原位，隻腳放返落地下，腳踭碰另外一隻腳嘅腳趾。呼氣，重複動作，向前行4步，然後向後行4步。呢個腳踭對腳尖嘅行路方法係可以訓練平衡力。做嘅時候記住收腹，核心力係可以幫助平衡嘅。呢個動作亦都可以改善姿勢嘅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。雙臂貼住個身，呼氣，握拳，曲手踭，收腹提腿。吸氣，放翻低隻手，將隻腳撐直去後邊。再呼氣，揸拳頭，曲手踭，隻腳向臀部踢，然後將隻腳放翻去原位，手放翻低。呼氣，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收核心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，特別係可以練大腿後邊嘅肌肉。雙臂盡量貼住個身，呼氣，將一隻腳打開，再呼氣，將打開嘅腳屈曲側轉，上身就向相反方向轉。吸氣，翻嚟原位，呼氣，又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係特別鍛鍊腰側嘅肌肉之外，亦都係練手腳肌肉，收緊上背，改善體態。呼氣，遞手，拉直個身，腳踭離地。再呼氣，手好似拎住個波咁，由個心口慢慢碌落去個肚嗰度，腳趾遞起，然後吸氣，好似將呢個波拎翻上嚟咁，隻腳踩晒落地下，腳趾提起，係可以加強伸展大腿後側嘅肌肉。腳踭離地嘅動作，亦都可以加強小腿肌肉嘅練習，亦都可以幫助血液回流。呼氣收腹，重心後移，一隻腳被動微曲，另外一隻腳打開大髀甲喺前面踢高。呢個動作除咗可收腹，亦都可以收緊上背肌肉，打開膊頭關節，改善圓肩，亦都可以增加髖關節嘅靈活性。吸氣，合掌向上拉直個身，大髀向外轉，雙腳向外指，腳踭同腳趾尾做重心。呼氣，收腹，將手放喺心口前邊，膝頭哥向外指，腳踭提起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要注意髖關節打開，收腹，膝頭哥同腳趾係同一方向，重心係放喺核心嘅位置，唔係膝頭哥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